过来看，昨下晡伫咧高雄大厦一间国小的头前，有10部囡仔骑脚踏车，互后壁的货车压到，伊的镜头全咧断去。警方表示，这台脚踏车是无照规定乌白转弯，因为后壁这只货车的驾驶97达超标，互人依照公共危险罪来上班，而且上长是会当甲伊吊扣驾照4档。 15号下晡，骑脚踏车的男童准备转弯，后边货车无减速，直接弄掉。脚踏车卡伫货车车头拖了一段，才停落来。警察到现场发现男童意识清晰，毋过镜头断去。伤者男性，年约12岁，意识清楚，左手第4指及第5指断肢。囡仔手断啊，等于在用伊伫边啊坐啊，都无好，最勇敢都无好。警方初步研判是货车无照规定驶入来车道，脚踏车无照规定转弯，货车驾驶也有酒后塞车。 实施酒测超过法定标准值，当场移至保管汽车，吊扣驾照2至4年，吊扣牌照2年，全案讯后依公共危险罪送办。事故地点伫国小外口河字顶乡黄丁，照规定高雄市中小学交通零件区，驶车的速度是30公里，驾驶有可能已经超速。民众讲这是长江第2件的事故，嘛因为这个学校毋是尖峰时刻，校字顶拢敢若乡黄丁。 交通局决定要恢复校园周边路口开工3色灯号的运作，亲像是前镇区这间国中就已经实施。大家看到闪光灯就会冲过去，就是不管有没有人，就是冲过去就对了。但变成全天候的，真的对于不管是社区民众或者是我们学生，像我们晚上还有晚自习，或者是社区民众会到学校来运动，我觉得都会提高很多的安全性。学校表示，去年校门口上少4件校外人士车祸，改做专利3色灯号了后，车祸事故变少真侪。公司新闻网络听明朝款各样报道。